大埔宏福苑7座受火樓宇嘅居民終於可以回家收拾個人物品啦。政府喺3月27號正式公佈，由4月20號起分派俾居民返回單位收拾財物同埋個人物品。呢項安排係經過政府各部門通力合作，進行緊急維修加固，並以最專業嘅態度去進行配合調度，先至促成到今次嘅安排。如今返回單位嘅細節終於出爐啦，7座受火大廈嘅居民亦都不必再望門輕嘆，居民忐忑嘅心應該可以定落嚟啦。社會上一直有人問，點解要等到4月中下旬先至可以上樓呢？首先，呢7座受火樓宇係名副其實嘅災場，5級大火對於樓宇結構造成嘅破壞遠比表面上所見嘅複雜。即使係個別單位冇被火直接波及，但係整座大廈嘅公用地方、走廊、後樓梯、外牆、橫梁、天花、窗戶等都可能因為高溫同埋火燒而受損。政府要做嘅係喺冇得用升降機呢個極其困難嘅情況下，先處理外牆棚架嘅安全，亦都要進行加固同埋圍封工程，更要清理公共地方遍地嘅破磚爛瓦。呢啲工作對確保居民可以喺安全嘅環境下重返災場係必不可少嘅。其次，由於升降機已經停止咗運作，居民要返回單位只能夠徒步上樓。特別係高層嘅單位要上落20-30層樓梯，呢個唔單止涉及體力問題，更有安全風險嘅考慮。所以解釋咗點解政府要求居民喺進入屋苑範圍同埋上樓期間必須佩戴安全帽、防刮手套同埋口罩，以及由警務人員或者係民安隊隊員陪同上落大廈同埋進出單位。可以咁講，從確保結構安全到現場環境適合居民進出，每一個細節都牽涉大量工作同埋評估，絕非一時三刻能夠完成。觀乎政府今次嘅安排細節，每一步都充分展現咗同理心。根據現時嘅安排，除非單位結構損毀嚴重，否則每一戶最多可以俾4人一齊上樓，同進同出，逗留時間最多係3小時。呢項安排已經考慮到受大火影響較少嘅單位，居民可以取回嘅物品較多，多一雙手就可以拎多一啲個人物品。再者，對好多居民嚟講，今次返回單位唔單止係執拾財物，更加係緬懷或者係悼念。政府明顯亦都關注到呢啲考慮因素，故此已經盡量放寬人數同埋時間，咁等居民有更大嘅空間靈活處理。與此同時，政府深明上樓對於居民嚟講唔單止係體力挑戰，更加係心理考驗。為此，一戶一社工會事先通知居民獲編配嘅日期同埋時段，協助登記上樓人士嘅資料，並且詳細講解單位嘅狀況。如果不幸單位屬於嚴重損毀，社工亦都會向住戶出示照片，等居民先有心理準備，甚至考慮係咪授權親友代勞，避免親眼目睹家園盡毀嘅景象會承受過大嘅衝擊。上樓當日更加有社工、臨床心理學家、公務員同埋民安隊隊員組成嘅專隊，喺唔同嘅樓層後面提供即時情緒支援。交通安排方面，政府會安排免費接駁巴士接載返回單位嘅居民往返宏福苑同埋大埔墟港鐵站。居民亦都可以選擇乘搭巴士、的士，甚至係網約車往返。政府已經安排咗合適嘅地點俾佢哋上落。另外希望駕車前往宏福苑嘅人士，亦都可以透過一戶一社工預約宏福苑停車場嘅免費車位。從上述嘅交通安排就可以睇到，政府今次嘅安排係幾咁嘅細緻同埋透徹，充分考慮到居民嘅唔同需要，秉承宏福苑善後工作需要以情為先嘅方針。今次上樓行動涉及7棟樓宇，超過1700戶，接近7000人。要俾咁多嘅人有序、安全咁樣返回單位，絕非易事。故此，政府採取咗分棟、分樓層、分單位嘅梅花間竹方式，避免樓上樓下同埋同層相鄰單位嘅居民集中同一時段返到去，確保人流暢順，亦都將風險減至最低。此外，時間表嘅設計盡顯部署時嘅心思縝密。首3日單獨開放宏新閣，每日分上下午時段，一共開放大概10層，
等工作人員適應並且走順流程之後，有序安排其他樓宇嘅居民返回單位。至於損毀最嚴重嘅宏昌閣同埋宏泰閣，由於單位受災情況特別嚴重，居民需要更多支援，故此係會各用6日嘅時間完成。每日係會開放大概5個樓層，整個上樓嘅過程長達15日，每日動員超過1000名分別嚟自警務處、房屋處、民政事務總署、社會福利署、民安隊以及公務員事務局動員嘅公務員，分工精細，包括居民護送、人流管理、情緒支援、應急措施等，每一個環節都一絲不苟。值得留意嘅係，對於有離世個案嘅單位或者有特殊需要嘅住戶，社會福利署更會安排專人陪同。而大廈每一層正後門同埋樓梯都會有警員嘅看守，確保秩序同埋安全。呢啲安排都顯示出政府對居民嘅尊重同埋關懷。縱使政府已經作出盡可能周密嘅安排同埋部署，但係我仍然需要指出，宏福苑7棟受火大廈已經面目全非。整座樓宇嘅結構安全同埋公共設施都已經受到程度大小不一嘅破壞，呢個亦都係政府一再呼籲年老體弱嘅居民唔好勉強上樓，並且建議嚴重損毀單位嘅業主先睇睇社工提供嘅照片再作考慮嘅最大原因。呢種開誠佈公嘅溝通方法係政府對居民真誠同埋關懷嘅最真實體現。宏福苑7棟受火樓宇嘅上樓安排係特區政府應急管理能力嘅一次綜合考驗。縱觀最新公布嘅方案，政府喺呢場考驗中交出咗專業而充滿同理心嘅答卷，值得社會肯定。宏福苑居民應該盡量配合政府嘅安排，等街坊鄰里都可以有序返回單位取回物品，為呢段等候返回單位收拾嘅艱難日子畫上一個句號，為未來展開新嘅篇章。